情形係點嘅咧？都係有咯，即係講有嬲咯，因為呃咗佢嘛，因為我吸毒，我太太係唔知道嘅，係警察捉通知咗之佢，後通啊，知，警察通知佢先知道嘅，佢係，哇，好難受喎。啱啊，好啦，第一個念頭你而家想到係點嘅樣？揾個穩定嘅入息，然之後做好自己嘅成績，先至出現喺你面前，俾一個實質嘅行動，俾你睇到我如何改變。哦，即係行動係最實際嘅。口講無憑啦，用行動去表達自己想要做嘅嘢，俾你睇得到我嘅改變，我嘅改變，呢個係最好嘅一個效果。你有信心確定你自己唔會再掂翻嗰一樣嘢？